Kiseki Spa 由日本北海道引進神黑石岩盤浴，一次達到舒壓、美容、養生、消脂嘅4大功效。我哋所採用嘅天然礦石係北海道獨有嘅神黑石，佢嘅特徵係喺室溫40度環境底下就可釋放高達98%遠紅外線同埋負離子。利用遠紅外線滲入身體，促進全身排汗，從而大大提升新陳代謝，促進血液循環，排出體內多餘嘅水分同埋深層排出毒素，亦有助舒緩各類痛症。針對女性虛胖體質、手腳冰冷嘅問題都可得到改善。而大量嘅負離子可調整自律系統同埋活化細胞，為繁忙嘅都市人舒緩壓力。Kiseki 邀請你一同體驗正宗北海道岩盤浴嘅非凡療效。